2026年年頭啊，夏怡已經買咗2隻錶，仲要2隻都係精工，但係咧佢帶嚟帶去咧，其實都係另一隻，所以呢隻 Grand Seiko UFA 咧就俾咗我啦。暫時嘅咋。首先講下呢隻 SLGB 005嘅基本資料，隻錶嘅錶徑係37mm，厚度11.4mm，喺成個 Evolution 9嘅家族入邊咧，算係比較細隻，同埋好易 carry 嘅尺寸，對我呢啲手遊人士咧非常之友善。喺呢隻 UFA 啱啱出嘅時候，相信好多朋友，其實包括我自己啦，其實都係比較 focus 咗落去個機芯上邊，但係咧真係見到隻錶嘅實物，拎上手先發覺，其實個錶殼同錶帶咧，先至係更加有驚喜。一個37mm嘅錶頭，配埋一條收窄咗嘅錶帶，成件事拎上手係好平衡，完全唔會有個重量分佈唔平均嘅情況。再加上 Evolution 9系列本身低重心嘅錶殼設計，呢隻絕對係我戴過其中一隻最舒服嘅鋼錶。成隻錶大量使用拉絲嘅處理，收窄咗嘅錶殼同錶帶，再加埋中指式錶耳，令錶殼到錶帶嘅過渡更加連貫。同好多其他手錶錶帶每一格鏈接有較明顯嘅弧度唔同。Evolution 9嘅設計特色就係將鏈接做得更加方正，令整體硬朗嘅風格更加突出。喺呢個基礎上，錶殼嘅斜面同 bezel 外圈做咗拋光，大家都知道 Grand Seiko 嘅拋光幾誇張㗎啦。拉絲同拋光交替咁運用，令手錶視覺效果變化更多，感覺更加細緻。而除咗呢啲 Evolution 9系列嘅基本功之外呢，設計師其實亦都喺呢隻錶身上做咗好多細微嘅調整，譬如用咗一個盒狀嘅藍寶石水晶鏡面，同埋再偷薄咗個錶圈，大大提升咗錶盤嘅自然採光。另外佢哋都減少咗秒針同鏡面玻璃嘅間隙，將每納米嘅厚度再壓縮。呢啲小修小補雖然唔特別講，真係好難察覺，但係咧就反映到 Grand Seiko 設計師嗰份做好每個細節嘅執着。而今次呢隻 UFA 嘅錶盤，錶盤上 A 字形嘅紋理嘅靈感咧就係嚟自信州森林喺嚴冬時節覆蓋住冰霜嘅樹木。咁點解係紫色呢？原來設計師係想還原翻黎明破曉、清晨第一道陽光散發嘅紫色光芒。哇 ！Grand Seiko Nature of Time 嘅主題果然都係咁有詩意。而呢隻錶當然亦都遵從 Grand Seiko 嘅優良傳統，現實睇嘅效果同網上張相係完全唔一樣。離遠睇呢，你會以為佢係一個普通黑色嘅 dial， 一定要拎隻錶上手先會見到佢紫色類似煙燻咁嘅效果。光線非常充足嘅情況下，就會見到中間嗰陣好鮮豔嘅紫色。所以呢隻錶係啱晒啲想低調又追求手錶細節嘅朋友。買呢隻錶嘅時候，其實都掙扎咗好耐，究竟買紫色定係普通白色面嗰隻？最後揀咗呢隻紫色，除咗因為今年興紫色，同埋想喺紫色關注做出 post 之外呢，最主要嘅考慮因素其實反而係個材質。雖然白色面嗰隻用咗鈦合金，仲要係第一隻有 micro adjustment 嘅 Grand Seiko， 但係我反而就偏向呢隻聚手啲嘅鋼錶，上手啲份量感呢，其實都幾唔錯。而呢隻錶之所以可以做細做薄，當然就要歸功於呢個全新嘅 9RB2 機芯，體積縮細咗嘅同時，準程度仲要破晒紀錄，都真係幾黐線。喺呢隻錶啱啱出嘅時候呢，好多朋友都叫錯咗佢做 UFO， 而家諗翻轉頭，其實佢哋都錯唔晒。呢隻錶簡直就好似外星科技咁啊！而能夠做到全世界最準，一年誤差只有正負20秒嘅發條驅動機芯。UFA 嘅秘技就係用上3個月老化嘅石英，同埋全新設計嘅 IC。另外亦都加上咗一個調節開關。一段時間後，當你拎隻錶去保養，Grand Seiko 師傅就可以對石英特性變化所導致嘅走時誤差進行微調。而全新設計嘅 IC 每日會感應溫度540次咁多，並根據溫度變化對機芯進行校正。雖然準程度同 Grand Seiko 自家嘅超級石英機芯仲差少少咁多，但我覺得真正打動到大家嘅係呢份不斷打破極限，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嘅精神。呢樣嘢
正正就係喺智能手錶已經咁發達嘅年代，依然堅持戴傳統手錶嘅錶友所追求嘅嘢。其實啱啱入坑冇耐咧，就已經聽過 Grand Seiko， 嗰陣咧就去咗錶鋪睇，就發覺啊 Grand Seiko 嘅真錶同網上嘅相都幾唔同，尤其係個 dial 咧 ，Grand Seiko 手錶嘅真錶喺唔同光線情況下咧，個錶盤顏色嘅層次感係豐富好多，所以啊完全明白點解啲錶友話 Grand Seiko 嘅性價比超高，因為同樣嘅 execution 同埋 finishing quality 咧，瑞士品牌起碼收你2-3倍價錢。1年幾前咧，其實已經想買第一隻 Grand Seiko， 咁嗰陣咧就睇中咗呢隻 SBGH343G， 我冇記錯嘅話咧係一隻 high bit 嚟嘅，錶徑38mm， 但係厚度咧就去到將近13mm， 成隻錶咧我覺得每一個部分拆嚟睇咧都好靚啊，但合埋一齊咧就硬係爭少少咁樣，所以咧嗰陣咧就冇買到。另外一個冇買嘅原因係我始終覺得第一隻嘅 Grand Seiko 一定係揀 Spring Drive， 除咗係成個品牌最有代表性嘅一個機芯，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咧先發現 Spring Drive 原來同我同一年出世，第一隻嘅 Grand Seiko 冇可能唔揀你啊！通常我啲片都會有一個縮時影住錶面嘅 shot， 但係今次咧就一定要用翻條正常速度嘅 footage， 等大家可以欣賞到呢個咁自如嘅 sweeping second。總括嚟講啊，我覺得今次呢隻 Grand Seiko UFA 係好有驚喜，我直情覺得佢係10萬蚊內最全面嘅大3針鋼錶，所以短期內咧我都唔諗住還翻隻錶俾夏兒噶啦。唔知你哋又點睇呢隻 Grand Seiko UFA 呢？記住下面留言話俾我知，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